嘛是因为以下战争徛无共平，即马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有发生真恐怖的暴力事件，支持以色列和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，即马双方是爆发真严重的冲突。目前也唔知影，也无清楚偌济人受伤，也毋过因为场面伤乱啊，学校宣布停课。伫咧镜头倒边，即个穿乌衫的查甫人，甲手内烟火，等过过伫咧双方镇压中的缓冲区。已经更加正安的局势，规个壁开，双方开始起骹动手，但催泪瓦斯、盾牌被杀倒，提叉口互相攻击。UCLA 学生报纸每日上报的消息是讲，有一阵以色列支持者想要甲学校内面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兄弟拆掉，一位听巴勒斯坦的学生讲，是听以色列迄边甲局势升悬，煽动暴力。They were coming up here and just like violently attacking us. 警方被批评反应慢钝。UCLA 负责策略沟通的副校长马里大破讲，冲突发生了后，警方是赶到现场，并且讲两边起骹动手是可怕的暴力行为。学校3日宣布，提克森广场内面的爆棚兄弟是非法集会，但是拒绝和执法部门介入阻止这场在地上也算和平的示威活动。伫咧过去的48点钟久，两边的情势是愈来愈紧张，保守维安的范围甲能力也规个扩大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。